Fly fast！今日呢條片主要講關於蛇食兔仔事件呢一個 Snake。大家好，我係官方戰蛙人漫畫人一文。關於最近嘅蛇食兔仔事件，我始終都係支持蛇。其實呢，蛇食兔呢係天經地義嘅，因為呢，其實蛇食兔呢，即係我哋啲動物呢，我哋人類呢，都係食牛、豬、雞啊嘛。跟住呢，你而家又喺度呢個蔡太報東張話條蛇喺度食兔喎。咁你見到人哋食 A 五黃牛嗰陣，就話同報東張又話，喂，佢食 A 五黃牛啊，唔會噶嘛。咁你做乜撚嘢？報東張話條蛇食兔仔啊，吓，蔡太。咁我哋就睇下呢一班人點樣回答呢一件事啦。喂，咁樣好似好慘。其實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兔仔咯，我覺得，所以我會覺得有啲殘忍咯。如果佢攞啲兔仔嚟餵嗰啲蛇嘅話，點解咁多嘢唔餵，要攞啲咁嘅兔仔去餵佢咧？就係咁樣樣。嗱，我知道咧，蛇通常都係捉啲老鼠啊或者青蛙嚟食，因為我係見過嘅呢啲，我行山見過嘅。因為我覺得用呢啲咧就係餵蛇會比較好啲咯。聽完之後，我覺得非常之唔合理。呢條友就話俾人餵好似好慘咁。咁你食牛肉嗰陣，或者食其他肉啦，咁你會話，好似食咗好慘咁喎。隔離嗰條友仲喺度笑添。其實都有好多人唔中意兔仔，而且殘乜鬼人啫，一啲都唔殘忍喎，你完全睇唔出。既然你唔想佢哋餵兔仔嚟俾條蛇食嘅話，咁餵你咯。OK， 你知道啊嘛？蛇呢的確通常係食嗰啲老鼠、青蛙，係嘛？但係呢，蛇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嚟噶嘛。例如呢一個品種呢，比較中意食兔仔嘅。咁我查清咗再講呢。不過唔知你嗰陣夠唔夠時間查？呢一件事令一眾網友非常憤怒，紛紛衝入去海洋公園嘅社交平台留言。有人認為畫面太過血腥，會令遊客特別係小朋友不安。佢就話盡快交代事件及請勿再用活兔來餵蛇。但其實海洋公園嘅呢一張相呢，好明顯唔係用活兔咯。我哋聯絡咗海洋公園回應事件，佢哋話森嚴嘅體積比較大，中意食兔仔，為咗動物能夠攝取均衡嘅營養，仲要配合佢哋嘅天性，公園會為蛇類提供原隻動物，而呢啲都係急凍可食用動物。公園都感謝市民嘅查詢，佢哋會喺飼養期間加強教育解說。跟住其他人就係黐線嘅，自己睇。不過蔡太，我都係想講翻一句，你唔俾條蛇食兔呢，餵你咯。唔通你想佢食咩啊？佢就係中意食兔仔啊！你又食蛇羹，睇下你有冇食蛇羹咯。又食 A 五和牛，又煲東張。所以我整咗以下動物。我要虐待動物，呢條蛇準備仆街啦！唔得啊，條蛇要繼續食兔仔噶。但係我係愛兔人士喎。我理得你係咪愛兔人士啊？咁我同你一刀俾兔仔食咯。最後戰灣佢又真係會俾條蛇食，然後佢又打俾呢個細路嘅阿媽講，因為呢個仔係愛兔人士，而且佢要教條蛇，我哋唔可以令到條蛇受咁樣迫害㗎，所以我就將你個仔為咗俾條蛇食咯。